台语音乐的水，即卖也受到国际肯定啊！台湾头一位用白色恐怖历史做 rap 的歌手张瑞全，虽讲已经有10几年拢无创作，拢伫咧假册。伊伫去年底也摕到美国独立音乐最佳 rap 专辑奖的头奖。虽然讲美国的评审听无台语，不过也肯定咱歌手创作音乐的态度甲心血。咱也做伙赶紧来听 rap。 山内解严38年白色恐怖，管你外省本省客家好佬也是原住民。当看你袂爽，你就马上无去。另外老母2个查某囝全部刣死。对白色恐怖、林奇雄黑暗唱到言论和思想自由，互政府束缚，就连母语节目也互政府禁起来。台语 rapper 张瑞全，这对合作囡仔的歌，也唱出一对逝世的愿望。 换另外一种风格，张瑞全同款以台语做基础，佮用英语 rap， 就让世界各国知影台语就是 my language 我的语言。 And this year's winner for rap album, Exodus, Retrospective and Perspective, Chang Wei Shuang from Taiwan. 讲伊的语言，不是伊的努力，讲伊的语言，因为我已经准备用武术强命，夺甲我的命，改变伊的音乐文化信仰甲文明。要去挑战迄个讲台语足爽的这个想法，我不爱写北京话，要写嘛写来写英语的，互外国人来知影讲咱台湾人嘛会使做足赞的音乐安尼。 张瑞全伫咧读大学的时，就组乐团，要借重金属音乐的力头，展现台语音乐的水。伊读袂少后市民时代的册，用10年创作15条歌，收做这对合作 Exodus 出走的专辑。伫咧去年年底摕到美国独立音乐奖 JPF 上好 rap 专辑奖。 You can't fake sincerity, and sincerity is important in music. You could tell that what he was speaking was his truth. And like I said, he had enough English lyrics in there that we could tell he was a freedom fighter, and that appeals to Americans especially. 唱台语，因可能嘛无一定听有你的想法，你上真的迄部分，特别是艺术的部分，人一定会知影你想要讲啥。OK， 小心哦。来，cool。 OK， 还可以吼。其实张瑞全是一个发行了后的第11档加吊顶，这中有尾20年，拢伫咧大学教英语，早就脱离音乐界。伊讲心内难免有寡感慨，不过伊无遗憾。我的学生就是我的音乐啊，未来真正有机会来出写歌啊是啥物的吼，因可能会变做我的这个乐手，甲伊合作。 电那唱大只鸡问题，张瑞全费心神做的专辑，虽讲有看我红注目，不过伊讲伊会继续用正义和保护弱势的心情，用心创作，让音乐无国界，也要参加的音乐经济，斗阵替台语音乐发声。记者阿敏晶、陈玉水综合报道。